这些人是很好，真热闹。结丹修为，修氏家族吗？为何会觉得此人有些熟悉？认错人了吗？看来以后得多出来晒晒太阳。天色不早，去找个地方休息吧。宁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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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什么呢？你能说说啊？这孩子真是大了。自有这乱星海以来，妖兽猖獗，人族凋敝，沦为鱼鳖之食粮。幸有双圣，伏海兽，镇金蛟，辟内海，立星宫。娘，这些妖兽如此厉害，为何还会输给人族？宁儿，妖兽凶恶，但人族智慧更胜一筹。饶是这样，还是牺牲了无数性命，才有今日。那为何今日还要继续打呢？宁儿，这是人族和妖兽之间的宿命。乱星海修行资源有限，为了追寻长生，无论是付出何种代价，修士们都会心甘情愿。即使是妖兽，也是为了繁衍和活下来。修行一事本就是夺天地之造化，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，无一例外。哦，妖兽杀之不绝，更有天风鬼物二害。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。原来人和妖兽一样，都摆脱不了被圈养的命运。后生可畏，当真是后生可畏啊！夫人，你觉得呢？拼上性命，也要阻止他们。宁儿，还记得为父给你的东西吗？爹娘以后没办法陪着你了，好好活下去，别输给那些想害你的人。区断术法器，还破不了这法阵，给我找出来！在这儿，找到了！多礼，你是这是才还在打？娘，姐，
出口是死路。如此缜密的行动，若是出口没有埋伏，才是不正常。有人刚来过。有人刚来过。不过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这里可能就是这镇妖台的中枢了。这是什么机关？此图为双上扶摇魁星镇海。这机关对应的是星宿位置，好在之前跟爹娘学过。找到了，枢纽在这里。始于天枢，终于天权，这里应该……看来对了，但又好像没完全对，抱歉。厉兄，你是个有本事的人，懂得韬光养晦，心性也不坏。也许换作是你，能有办法活着出去吧。好了，这里有个离岛的传送法阵。文某今日做下这些是走不了了，你们最好赶快离开。接下来，他们要放出镇压在这里的前代妖兽之王，毁掉整个魁星岛的大阵，抽取妖兽法力作为阵法支援。早该料到会有这么一天的。去看看。他是才吹的，是悼亡曲。那是什么妖兽？前代妖兽之王雷鹏，书上记载，他是被天星双圣斩杀，没想到竟然封镇在这里。魁星岛的大阵崩塌，隔绝内外星海的屏障也出现了裂缝，7阶以下的妖兽都能自由来往内外星海了。适才是星宫的元婴修士吗？6连殿内讧，阵法被毁，妖兽入侵。这劫阴岛粉墨登场，一石三鸟，从此乱星海不再太平。断的是好算计。爹娘，
前辈，救命之恩，待小女子汪宁完成父母所托，接掌妙音门，再来报答。经此变故，星宫之内必有反应，汪姑娘要多加小心。谢前辈提点，我将以此意为姓，以灵卓为名。大朝未报之前，不以真面目示人。从此以后便叫紫菱。紫菱小姐有如此宏愿，令人动容。有此名声，想来无论是星宫之人，还是门内宿老，都无法撼动小姐地位。既如此，就预祝紫菱小姐早日得偿所愿。快走，有结丹修士追来。厉前辈，希望还能有缘再见。来者通名。晚辈紫菱，家父汪恒，家母周元，出自妙音门。紫菱，你父母的事情，本座知道了。此事星宫会给你一个交代。说吧，你是要灵石、功法，还是修炼资财？谢长老垂怜。此次魁星岛事变，死难者甚众，还望长老为他们讨还公道。若只有这极阴岛，倒是不足为惧。不过这背后的人，若是本座没猜错，多半是那几个老怪物又在蠢蠢欲动了。眼下星宫的首要大事是修补内外海之间的结界，阻止高阶妖兽涌入，此事还需从长计议。既如此，晚辈明白了，全凭长老做主。倒是个机灵的，有待时日，说不得也能成器。可惜你年幼，修为尚浅，恐怕难以御下呀。妙音门道统不宜断绝，本座再助你一回吧。赵征听令，紫菱年幼，修为低微，命你担任妙音门长老，辅佐于他，待他结丹后，再继任门主之位。若有奸佞之徒借机生事，杀无赦。是。堂堂星宫长老，行事如此卑鄙，借我修为低微，想窃取妙音门，果然被厉前辈说中了。若是他在，会怎么办？汪宁啊，汪宁，想，赶紧想！紫菱小姐有如此宏愿，令人动容。有此名声，想来无论是星宫之人，还是门内宿老，都无法撼动小姐地位。谢长老诏福，紫菱必勤修苦练，早日结丹，以报星宫栽培守护之恩。不过，紫菱有个不情之请，还望长老成全。哦，你且说来。晚辈此前曾发下重誓，杀父弑母之仇，此生必报。极阴岛背后之人势大，晚辈自知实力低微，凭一己之力复仇，实在难以想象。故恳请星宫作证，晚辈以道心立誓，
无论哪位高人能手刃乌丑，诛灭极阴党讨伐背后主使之人，紫灵及妙音门上下皆愿奉此人为主，任凭差遣，绝无怨言。求长老成全。有趣的小辈，看在你有此心性的份上，老夫也可以陪你胡闹一回。但我辈修士实力为尊，若是你自身实力进境太慢，迟迟不能结丹，可就别怪老夫笑纳你这妙音门了。且去吧，老夫与那雷鹏大战一场，接下来要闭关疗伤了。李前辈，光明不会就此罢手。这些恃强凌弱的家伙，总有一天我会让他们付出代价。禀小姐，范左使和赵长老果然把那位前辈手中的货全部买走了。那位前辈竟然就是以前给我修炼功法的人。他虽然神神秘秘的，但是人特别好，以后一定要介绍给小姐认识。要是能让他来门内当客卿长老，咱们就不用受制于赵长老和福长老了。我都知道了。小姐，四月不太明白，您为何对范卓两位这样纵容宽待？他们可是一直阳奉阴违，对门主这位觊觎着呢。还有这赵长老、福长老，说是什么新宫来的大人物，哼，那看人的眼神可不规矩了，而且本事也不怎么样啊。就是因为他们押送资财被人打劫，惹出好大麻烦，亏的是小姐发现了前辈手中这批货源，这才算是补上。若是误了交割日期，咱们损失可就大了。经商最忌失信，他们知道亡羊补牢，也算是有心了。哎呀，小姐，你怎么还为他们说起话来了呀？那咱们之前被劫走的货物，难道就这样算了吗？此事没有那么简单。你先下去休息吧，我要继续修炼了。哦。四月，这段时间你就留在门内吧，哪儿都不要去。是。小姐，你也小心。聪明终究会反被聪明误，可若不借助这些本不属于我的力量，又如何能复仇？禀大长老，赵征应当已将遭遇隐煞门的事情泄露给对方了。他们找了这么多年，是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的。如此一来，这个赵征却是物尽其用了。你是如何笃定那人一定会来？隐煞门判出极阴岛这桩陈年旧事，知道的人本就不多，也就是当个恩怨故事听听。
但一沾上虚天残土，意义就不一样了。你这丫头，看来这些年长进不少啊。老夫只是稍加点拨，你竟然连这其中关键都调查出来了。子陵不敢当，还是大长老神机妙算。即因老怪闭关许久未出，眼下是乌仇主事，还请大长老为子陵做主。哦，还惦记着复仇呢？你倒是个孝女，筹划了这么久。说吧，需要什么帮助？谢大长老成全。子陵亦有些不止，只是想求个后路。若是此次事有未逮，妙音门上下还望大长老能予以庇佑。你且放手去做吧。不过，老夫还是要提醒你，再多设计，到头来还是要以力服人。万勿小觑了你的对手。子陵谨记。去吧。是。门主，师姐辛劳。那2个恶人没有发现你们的行踪吧？哼，那个老东西，老娘略施小计就拿捏得稳稳的。赵征找了几个助拳的结丹修士，下了点本钱，歇倒那些人，怕是要受罪了。若是让他们斗得两败俱伤，也好消消这2人的气。门主，适才见你愁眉不展，难道此间另有隐情？是啊，这结案未免也太巧合了些。赵征为何毫无察觉？2位师姐既已经猜到一二，子陵也不必瞒着你们。不错，此事确实另有内情，却是星宫授下的一桩密信。谢导之人的真实身份，也是大长老逐一泄露给赵征的。他充其量只是个诱饵，此次我们要对上的是极阴岛。门主这句话，我们已等了多年了。世间种种，无非名利2字。修士虽是方外之人，也不能免俗。贪念一起，利令智昏。明知是陷阱，也多半是要往里面跳的。2位师姐，此事环环相扣，我们当如此这般。果然是他。2位师姐好兴致，不过今日可是我妙音门移至对外的大事，还请2位放下平日些许局域，与子陵联手应对。师妹尚未接任门主，倒是会使唤人。师妹有请，我这个做师姐的，自然要给面子。不像某些人，以色示人惯了，恐怕学艺不精。莫要拖了大家的后腿。你，哎呀，门主，这几个助拳的修士怎么办？
我这边的2个人都只出工不出力，多半打起来就会逃了。如此更好，咱们依计行事。诸位前辈道友，今日相助之情，小女子敏感五内。只是此次只为讨还公道，并非要争个你死我活。若是情势不利，诸位还请自保为上，千万莫要赔上性命。这3女的关系，似乎不像坊间传闻那样不和，反倒是那2位长老，看来与他们不是一条心呢。出发！司令门主，还不出手，在等什么？是时候。门主，妙音门弟子，先退。怎么不打了？赵长老，你以我妙音门客卿长老的身份，欺瞒贪墨，巧取豪夺，意图勾结极阴岛，篡夺本门基业。今日正好清理门户。你们3人的那些争执，难道都是演出来的？你们平日仗着修为欺压我们的时候，可曾想过今日？只怪你太过小觑了我们这些女子。死丫头，你说我勾结极阴岛，证据何在？啊！别忘了，我乃是新宫特使，若是死在这里，你妙音门是脱不了干系的。事到如今，你还以为没有新宫的默许，我会动你们2人吗？得知孙门主的消息，一定会向极阴岛通风报信，引得乌丑前来，正好一网打尽。我妙音门痛失客卿长老，正好要请新宫主持公道，讨伐罪魁祸首极阴岛。司令门主，做得好生意，希望你别忘了此前的承诺。诸位前辈，此事复杂，只怕赵征会有极阴岛的援军，接下来难免要与他们交手了。还请各位前辈再助小女子一回，我妙音门必有重谢。死丫头，看在汪老弟的面子上，本座今日自然是奉陪到底的。那孟某也舍命陪君子了，不是陪淑女了。王小姐，久违了。厉前辈，果然是你，我一直在找。前辈结单了，太好了。这位前辈，
此前不管那姓赵的答应了前辈什么，子陵在此许诺一应不少。若是前辈愿意出手，子陵还可以额外答应前辈一个条件，前辈可以考虑好再行决定。不是不信门主承诺，但还请容我再观望一下。毕竟极阴岛势大，非赵征一伙可比。不知门主有何对策？极阴岛的倚仗，无非是元婴修士极阴老怪。据我所知，他的寿元已所剩不多，眼下正在极阴岛闭生死关，对外事宜全都交给乌丑处理。对付此僚，在场的诸位和孙门主一行联手，足矣。此战子陵有些把握，但也可能会有变数。若是情况不对，前辈可自行离开，子陵自有脱身之法。自然。不过赵征那次答应我的天雷烛怎么办？子谦被那孙门主劫走了，接下来还要联手对敌，恐怕不好拿回来了吧？原来前辈想要的是此物，无妨，子陵用别的天地灵物与他交换便是。若是他不肯换，子陵也有别的办法。如此甚好。前辈，这些年，你……前辈当心，极阴岛的人一直在寻你。紫丫头都长这么大了，还记得我吗？恶贼，你就是化成灰烬，我都记得。记得就好。你也不错，竟然能算计到这个地步。此等心机，倒是挺适合我极阴岛的。怎么样？要不干脆跟了我，从此逍遥快活？呸！恶贼，厚颜无耻！行啊。你去杀了极阴老鬼，夺了岛主之位，还有那日在魁星岛上的所有手下，也全部杀掉，一个不留。我就跟了你，绝无怨言。成败在此一举。子陵恳请众位前辈助我杀贼。恶贼，受死！不自量力！看见了，这恶贼要死了！别高兴得太早，我还没死。极阴老魔，妙音门的丫头。听说你想向老夫复仇，还公开悬赏，说什么灭极阴岛者，妙音门双手奉上。这番胆识，假以时日，或许会成为老夫心头大患。但是现在还不行。情况不妙，速速离开为好。
近日紫菱失策，连累前辈了。前辈莫要担心，等回城之后来寻我，紫菱还有解决之法。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，先保命要紧。血魂，来吧。这老魔由门主和赤火前辈负责拖住，其他的人先随我一起对付赵征的叛徒，最后再合兵一处对付老魔。是。往内休走！不好，门主！死丫头，今日全拜你所赐，去死吧！是前辈，此人若是不除，将来前辈与我在天星城，怕是再无宁日。多谢前辈为妙音门除此奸贼。如此，我们应该可以走了。这附身分身只能保持3重功力，那岂不是还有机会？若事情有变，再走不迟。若是能在此除掉无仇，倒也省得被他日日盯着。只有用极阴制寒的法宝才能克制一二。我先用寒力珠抵挡片刻，你找机会用癸水魔功困住他。倒是件好法宝，可惜你还未能驾驭得了，为师就笑纳了。原来你们是一伙的！我与你们拼了！此地，此地不可久速去！来，小姐，前辈来了。你们慢慢聊吧，思月去做事情了。这丫头还是这样莽撞行事。要说起莽撞，
还是汪小姐更胜一筹吧。厉前辈说笑了，还是应该叫韩前辈。若非此次莽撞行事，竟然还不知道前辈真姓。可惜，非但未能报答前番救命之恩，反而又令前辈陷于险境。汪宁当真是急得五内俱焚，悔不当初，请受汪宁一拜。紫菱门主，过往之事不必挂怀，此次遇险能活着回来，已殊是不易。紫菱只是外人的称呼，门主什么的更谈不上。其实，当年与前辈分别后，我尝试寻找过前辈，想要报答前辈救命之恩。但是极阴岛当时也在蠢蠢欲动，紫菱担心找得太前，反而暴露了前辈行踪，这才作罢。没想到能在此与前辈相遇，想必这就是冥冥之中的指引吧。是啊，这一晃几十年了。此前我一直在闭关修行，也难怪你找不到我。只是没想到今次会如此失态。其实，此次请前辈过来，一为赔罪，二为报恩。前辈在寻的，可是天雷烛。只是没想到今次会如此失态。其实此次请前辈过来，一为赔罪，二为报恩。前辈在寻的，可是天雷烛无疑。是的，可惜此物多半是与孙门主一并落入了极阴岛之手。此物就是天雷烛了。当年爹爹知其珍贵无比，特意分作了2节，这便是另外一半。若是此物对前辈有用，就请收下吧。韩前辈，谢导一役，紫菱确实没有算到会是这般结果。我自以为的万全之策和种种后手，在绝对实力面前不值一提。前辈先后救了紫菱和妙音门2次，这点东西何足挂齿。3大灵物之一，天雷烛，而且看样子还能继续生长，这下子也算值得了。既如此，多谢紫菱门主，此物确是韩力所需。韩前辈，紫菱还有一不情之请，还望前辈垂听。请讲。不瞒前辈，经此一役，我妙音门虽说侥幸清理了门户，但也损失了仅存的2位结丹客卿长老，元气大伤。若不是本门在天星城还有些根基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此次事出突然，赵征和副长老又都死于极阴岛功法之手。你可按照此前所说，把当日遭遇公之于众大声疾呼，如此一来，新宫也不得不将这笔账算在他们头上，让你压力减轻一些。不愧是韩前辈，受教了。不过前辈也许已经料到了，紫菱其实还想恳请前辈出任本门的客卿长老。紫菱门主实在是太爱了。如今韩某只想潜心修行，无心卷入这些是非，恐怕要令你失望了。不过无功不受禄，韩某愿出临时买下这段天雷烛。门主意下如何？
前辈既然不愿受拘束，那可否担任本门的名义长老？子灵保证，只是借前辈与那位身外化身的前辈结丹修士之名自保，绝不会去做什么招摇之事。若是本门真遇到什么麻烦，前辈也可自行斟酌是否出手。事后，妙音门会另行重谢。若是前辈依旧觉得不妥，子灵也不强求，只是这天雷烛还请前辈收下。再说什么买不买的，可就太见外了。哦，对了，文思月是如何到了你门下的？思月吗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思月。所以你知道他的身世，依旧收留了他。当年我安顿下来后，去将魁星岛事件中的死难者都寻访了一番，所以思月的身世，我自是知道的。为何不告诉他真相呢？我们当年可是最后见到他父亲的人。那样不过是会让他更加痛苦罢了。说到底，他也好，他父亲也好，都是被命运裹挟的苦命人。既然是天意叫我遇上他，那我便对他好一点，也算是给我自己一点慰藉。此事做不得伪，看来这位汪小姐心性不差。既如此，便多帮她一回吧。好吧，我答应你，就借着结丹修士名声与你们一用。你们可以放出风声，明面上不会加以否认，只是这往后的路还要靠你们自己。多谢前辈，子灵不会让前辈为难的。而且，从今以后，每年妙音门经商所得的1成收益，都会送往前辈府上。汪小姐，你所幸知道危机四伏，一时疏忽便是全盘皆输，还是要尽快提升修为，方能在这世道存活下去。韩前辈说的对，子灵会努力的。希望还有再见之日。禀大长老，妙音门紫灵门主求见。老夫已经听说了，你能全身而退，已属不易。妙音门的损失，我也会让星宫来给个说法。妙音门的一切都是星宫给的，唯恐辜负星宫和大长老的期待。只是赵福2位长老被极阴岛奸人所害，这下妙音门总算是全数回到你手里了。不过，门内2个结丹期修士都不在了，你接下来准备如何应对啊？子灵
已聘请了2位相熟的结丹修士作为客卿，尚可自保。与极阴岛的争端该当如何，全凭大长老做主。眼下星宫也缺人手，你能自行找到结丹修士镇场子，甚好。虽说我与那极阴老鬼约定停战，但是此次他们确实做得过了，得敲打一番。可惜啊，你修为还是太弱。未来这几十年，好生修炼吧。此物名为虚天残图，暗合一处名为虚天殿的秘境。待开启之时，你可以自行去寻找一些机缘。不过最好找结丹以上修为的修士同行。谢大长老，将如此天大机缘赐予子灵。若是技不如人，死在里面，到时候可不要怪老夫。好了，去吧。是。记住，只要你还能继续证明自己有用，老夫就不介意继续扶持你。听明白了吗？是。王恒贤侄，你这个女儿啊，子灵，她怎么也来了？看来这星宫还真是成了他的倚仗。见前辈一切安好，子灵就安心了。不过，这极阴岛的恶贼们似乎是盯上前辈了，前辈还要多加小心。恭喜紫菱姑娘进入假丹境了，看来此前赵征的事已是处理妥当了。此地颇为凶险，紫菱姑娘才要多加小心才是。前辈就不要取笑紫菱这点微末道行了。是大长老给了紫菱一张虚天残图不错，但他只带我入殿，之后就让小女子自行寻找机缘了。此番他如此高调带你入殿，就好像是在昭告天下。好好当星宫的狗，有肉吃哦。咱们丑话说在前面，韩某此次被极阴老祖盯得紧紧的，恐怕是一照面就要逃走的。韩前辈不必担心，紫菱只想在灵渊之地寻些灵药，扶助结丹，无心再向前进。而且，紫菱虽能力低微，但如今也有些自保之力，危急关头不会拖韩前辈后腿的。原来此地唤作灵渊之地，紫菱姑娘可知道其中名堂？来此地之前，紫菱颇费了一番功夫，探得些情况。外殿第一关灵渊之地，充斥着无数阴灵力魄，凶厉无比，更兼全无实质，只知择人而事。里面还有传说中的阴灵兽妖，是连结丹修士也无法战胜的强大魔物。在下天台岛蛤蜊，不知2位道友如何称呼啊？
原来是葛道友啊！在下天星城厉飞羽，这位是妙音门的紫菱仙子。哎呀，妙音门紫菱仙子。哦，为报父母之仇，硬汉极阴岛的大名，老朽也是久闻了。两位道友，我等既然被传送到一块儿，也算是有缘法，不如同行，合力闯关。此地虽然只是虚天殿外殿3关之一，却也是无数结丹修士的葬身之地呀。既然有人帮咱们开出了一条路，咱们也尽快跟上吧。提魂社，好像此前在哪处上盟听过，好像是青阳门。传闻中，这第一关灵渊之地呀，原本不难通过。随着陨落在其中的修士越来越多，消散的灵力呀，无法回归天地，反倒成为了阴灵力魄的食粮。如此说来，此地阴灵如此之盛，倒是因为咱们这些外来修士。不知当初设下这关卡的大脑是存了何等心思。这白雾邪门的很，不能蚕食灵力不说，还影响神识探查，还是提魂兽方便啊。是还乃是与老朽有过数面之缘的玉真人，这避火宝衣也是件小有名气的宝物。他竟然连虚天殿第一关也没能闯过呀！连此等高手都在此隐恨，这附近应该有个厉害的阴灵。就算境界不及阴灵兽王，应该也相差不远。唉，若是方才带着提魂兽的仁兄能将其解决，那自然好；如若不能，二位可做好了与其一战的准备？若是没有，那还是尽快回传吧。老朽惭愧，此次前来本就是大限将至，想寻些寿元果而已。没想到前方危险如此之大，那老朽还是宁愿在外边安稳作画吧，总强过陨落于此，因为阴灵食粮啊！唉，两位道友都是青年才俊，老朽就不拖你们后腿了。
谭前辈，子灵是不会走的。付出了那么多，才换来这次机会。若是再次退缩，还何谈结丹？何谈重振妙音门？何谈为爹娘报仇？所以，我一定要闯过去，哪怕是永坠于此，小女子也认了。既如此，紫菱姑娘就跟上来吧。不知哪天，我们可能也会落得如此下场。希望到时也能遇到为我们试过的同道吧。至于这宝衣，他也用不上了，就全当是报酬了。世人修行，所求不外乎长生。一生死，齐天地。可是纵观古今，又有谁人能做到？无非是落得个寿终正寝，亦或是埋骨荒野罢了。咱们走吧。